一個飲食界名人因肥胖去世，引起作者的關注。肥胖通常定義為體重指數 BMI 大於等於30，對健康和人生各方面的影響深遠且多維，涵蓋生理、心理、社會以及經濟層面。以下將從健康生活、工作、運動和娛樂5個方面詳細論述肥胖的影響，並提供科學依據和實例說明。1、肥胖對健康的影響。肥胖是多種慢性疾病的危險因素，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廣泛且嚴重。以下是主要影響： 1、心血管疾病。肥胖增加高血壓、高膽固醇和動脈粥樣硬化的風險，進而導致心臟病和中風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，肥胖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，風險比正常體重者高2到3倍。過多的脂肪組織，特別是內臟脂肪，會分泌促炎因子，導致慢性炎症，損害血管內皮功能。 2、代謝疾病。第2型糖尿病。肥胖與胰島素抵抗密切相關，約80%到90%的第2型糖尿病患者與肥胖有關。國際糖尿病聯盟數據，肥胖者體內脂肪細胞過多會干擾胰島素信號傳導，導致血糖控制困難。非酒精性脂肪肝。肥胖會導致肝臟脂肪堆積，增加脂肪肝和肝硬化的風險。 3、骨骼和關節問題。肥胖增加關節負擔，特別是膝蓋和髖關節，導致骨關節炎的風險上升。研究顯示 ，BMI 每增加5單位，膝關節炎風險增加約35%。脊柱負擔加重，可能引發腰痛或椎間盤突出。4、呼吸系統疾病。肥胖會導致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症候群 （OSA）， 因頸部脂肪壓迫氣道，影響睡眠質量，進而增加白天疲倦和心血管疾病風險。肥胖還可能降低肺活量，影響呼吸功能。 5、癌症風險。肥胖與多種癌症，如乳腺癌、結腸癌、子宮內膜癌風險增加有關。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利亞斯指出，肥胖可能通過慢性炎症、激素失調等機制促進癌細胞生長。 6、心理健康。肥胖者可能因社會歧視或自我形象問題而面臨焦慮、抑鬱和低自尊。研究顯示，肥胖者的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率比正常體重者高20%到30%。飲食失調，如暴食症，也可能與肥胖相關，形成惡性循環。 7、免疫系統與感染風險。肥胖可能削弱免疫功能，增加感染風險，並可能導致感染後恢復較慢。例如，肥胖者在新冠疫情中的重症風險顯著高於正常體重者。 2、肥胖對生活的影響。肥胖對日常生活品質的影響顯著涉及個人行為、社交互動和心理狀態。 1、日常活動受限。肥胖可能導致體力下降，簡單活動如爬樓梯、走路或彎腰綁鞋帶變得困難。例如 BMI 35的人在完成日常任務時的能量消耗可能比正常體重者高出30%。肥胖者可能因關節疼痛或疲勞而減少活動，進一步加劇肥胖。 2、睡眠質量下降。睡眠呼吸暫停症導致睡眠斷續，影響白天精神狀態，降低生活品質。長期睡眠不足還可能影響認知功能和情緒穩定。 3、心理與社交壓力。肥胖者可能因外貌受到社會歧視或偏見，影響自信心和社交關係。例如，研究顯示，肥胖者在交友或戀愛關係中可能面臨更多挑戰。自我形象問題可能導致社交退縮，減少參與公共活動的意願。 4、經濟負擔。肥胖相關疾病的醫療費用高昂。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， 肥胖每年在美國的醫療成本約為1500億美元。肥胖者可能因購買特殊尺寸衣物、醫療設備，如加寬、輪椅或健康食品而增加生活開支。 3、肥胖對工作的影響。肥胖對工作表現和職業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： 1、工作效率與出勤率。
肥胖相關健康問題，如關節痛、疲勞或睡眠障礙，可能導致工作效率下降或缺勤率增加。研究表明，肥胖員工的病假天數比正常體重員工高出約20%。體力勞動崗位對肥胖者的體能要求可能構成挑戰。二、職場歧視。肥胖者在招聘晉升或薪資待遇方面可能面臨隱性歧視。研究顯示，肥胖員工的平均薪資可能比正常體重員工低2%到5%，尤其在注重外表的行業，如銷售或公關。職場中的刻板印象可能認為肥胖者缺乏自律，影響職業形象。三、工作環境適應性。肥胖者可能需要特殊工作環境，如加寬座椅或無障礙設施，但並非所有職場都能提供這些條件，導致工作體驗不佳。長時間坐立或站立可能因關節負擔加重而感到不適。四、肥胖對運動的影響。運動是健康生活的核心，但肥胖對運動能力有顯著影響。一、運動能力受限。肥胖增加關節和肌肉負擔，降低運動耐力和靈活性。例如跑步或跳躍時，膝蓋承受的壓力可能高達體重的4到6倍。肥胖者可能因氣喘或疲勞而難以進行高強度運動，影響運動效果。二、運動意願降低。肥胖者可能因體型自卑或運動時的不適感，如出汗過多、關節痛，而避免運動。研究顯示，肥胖者參與運動的比例比正常體重者低約30%。缺乏運動進一步加劇肥胖，形成惡性循環。三、運動選擇受限。某些運動，如高強度間歇訓練或競技運動，對肥胖者可能過於困難或有受傷風險。適合肥胖者的運動，如游泳、瑜伽，需要專業指導，但資源有限。四、運動恢復期延長。肥胖者因代謝率較高，運動後恢復時間可能更長，且更容易感到疲勞。五、肥胖對娛樂的影響。肥胖影響娛樂活動的參與度和體驗，進而影響生活樂趣。一、娛樂活動參與度降低。肥胖者可能因體力或體型限制，無法參與某些娛樂活動，如遊樂園設施因座位限制、登山或長時間旅行。例如，許多遊樂園的過山車安全帶無法適應肥胖者，導致參與受限。二、社交娛樂受影響。肥胖者可能因社交壓力或自卑感減少參加聚會、舞蹈或表演等活動。研究顯示，肥胖者參與社交娛樂的比例比正常體重者低約15%到20%。肥胖可能影響穿着選擇，進一步降低參與時尚相關活動的興趣。三、娛樂體驗質量下降。長時間站立或行走，如參觀博物館、看演唱會，可能因體力不支或關節疼痛而降低樂趣。肥胖者可能因座位空間不足，如電影院、劇院感到不適，影響娛樂體驗。四、心理障礙。肥胖者可能因擔心他人評價而避免公開場合的娛樂活動，如游泳或健身房鍛煉，進一步限制生活樂趣。總結與應對建議：肥胖對健康生活、工作、運動和娛樂的影響是多方面的，涉及生理、心理和社會層面。這些影響不僅降低生活品質，還可能縮短壽命並增加經濟負擔。為減輕肥胖的負面影響，建議取以下措施：一、健康管理，尋求專業醫療建議，制定個性化的飲食和運動計劃，逐步減重，定期檢查血壓、血糖和膽固醇，預防慢性疾病。二、心理支持，參與心理諮詢或支持團體，改善自我形象和心理健康，學習壓力管理技巧，減少情緒化進食。三、運動與生活方式，選擇低衝擊運動，如游泳、快走，逐步提高運動頻率，改善飲食結構，增加蔬果攝入，減少高糖高脂食物。四、職場與社交之，尋求包容性職場環境，必要時與僱主溝通特殊需求，參加肥胖支持團體，增強社交信心。五、
政策與社會支持，政府和社區應提供更多無障礙設施和健康教育資源，減少肥胖者的社會障礙。肥胖是一個可逆的健康問題，通過綜合干預、飲食、運動、心理支持和醫療，可以顯著改善健康和生活品質。及早行動是關鍵個人和社會的共同努力，能有效減輕肥胖的負面影響。歡迎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及分享，謝謝。